来乡亲啊，烘猪啊嘛是一个职业，嘛有官方的认证哦。这是南投县政府首创的南投原乡原住民烘猪的认证。除了邀请到专业的总铺，伫个现场传授到料理烧烘的技巧之外，嘛有消保官甲食安的专家来讲解到卫生管理甲消费纠纷的处理。原民局讲，透过认证，会当方便民众来辨识，嘛会当来发扬到原住民的文化。 规只猪伫架顶伫冰冰，要随时注意火候，照到重点猪皮，烘了会酥，阁袂臭焦。一开始处理时都要真注意。用冰角将脚吊条，会使固定，阁会使保持新鲜。拄着较歹一个所在，这个工师嘛讲用卡的，安尼就使将这个骨头切开，茶嘛真讲究。整颗龙眼素，它的材质是基本比较属于坚实的。 这是南投县政府头一个办的原乡原住民烘猪的认证，请专业的总铺师来教这学员。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本身是原住民嘛，学到这个也可以，就是帮助我未来要创业。第一个时间点完了之后，就是扒皮，待会我们也会做一个扒皮的动作。那扒皮完之后，再继续烤里面的肉。 除了做料理，卫生专员、消保官嘛会讲解食安管理，甲消费纠纷要安怎处理。县政府原民局讲，用官方认证方式，避免其他人用原住民的名义来招生理。干那原住民才会使报名，精进因料理的方式，甲一般的烘大猪做分辨。